6个赛区，原来是这届第尾一站。虽然无法度去甲迄头进行比赛，但是我会使通过录影的方式去选出代表原来的朋友。这个是我们 shortlist 出来的那3位参赛者，然后最后我觉得我们来一个投票吧，那就可以决定出哪一个真正的可以胜出的。虽然是通过录影，但是咱依然真正用心来听，选出当中上好的一位来代表原来。OK， 那我们就选他了。在天边，伊在头笑，好多的浪子啊，也会死。文莱的选手出乎意料，我觉得那个实力还蛮不错的。50几号的何超大哥，伊唱的感觉有力，有会使感受到伊人生的历练。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，我觉得真的是要飞到当地去，真正的在那边做一场比赛，因为我觉得看袋子，我觉得还是有欠缺一些东西。如果去到现场做的话，搞不好选的更多人。